罕见疾病基金会是办拍羽毛球的活动，要让这照顾患者的家属会当轻松一下。基金会嘛，趁机会表示，讲这罕见疾病患者多数拢是重症。这站政府有公布一个80岁以上的时代，唔免评估就当请外籍看护工的政策，这都让因真烦恼讲，罕见疾病患者未来就真歹请着人来顾。唔望讲政府若是咧审核看护的人力，爱以重症优先。他们也阁欢喜甲人互动，不过伫记者久倒来，甲伊阿爸讲话要采访的时，遇到天使症候群的嫌疑，雄雄情绪失控，甲开麦克的手撒开，伊阿爸赶紧甲伊按打，替伊拭目屎。对他有时候就是情绪来，或者是就是会容易吃醋，他的占有欲比较强。需要耐心甲爱心来照顾。天使症候群是神经性的疾病，会致使严重的学习障碍，语言心智发展慢钝。但是病人甲伊笑，看起来真欢喜。伊阿母讲，即马只是由外籍的看护陪伴到机构上课，阿母下班了后才阁照顾。若是无外籍的看护来到3工，有影是真困难。非常艰难。对，如果没有看护工的话，就变24小时要照顾，那这样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心力比较交瘁一点。为着让罕病照顾家庭会当休喘，三项比帮人寿甲罕病基金会邀请羽毛球奥运金牌国手王泽仁做回来宣传。基金会表示，80岁以上免评估会当聘请外籍看护的政策上路，政府一定要落实轻重分流、重症优先的配套。它需要比较更严谨的配套，我们不小心就变成了这个受灾区啊，而且是重灾区这样子啊，就是说，因为本来就受排挤，现在就更受排挤。基金会指出，目前17500多位罕病的病人，大部分极重症，需要一世人照顾。那未来聘请看护的成本提悬，也是希望政府会当甲照顾的需求分级，并且对负担真重的家庭，予因相关的补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